台中一间印刷工厂发生电梯摔死人意外，这45岁员工对1楼坐电梯到3楼，门一拍开，伊人行出来啊，电梯继续向顶面行，伊人雄雄惊到跌落去电梯井，哇哇摔死。印刷公司发生公安意外，45岁查甫员工在落电梯井撞过身。透早，公司里员工心情拢真歹，有员工讲是电梯故障。听讲是电梯故障，伊无法度电梯进电，他一人坐嘛，多了解说故障。警察调查，昨暝7点外，印刷公司49岁姓李的查甫员工为1楼坐电梯去3楼，到3楼的时，员工行出电梯，我电梯煞雄雄升悬起嚟，员工无细力倒头栽落去电梯井，当日为3楼悬摔落到地下1楼，互查甫员工的倒手骨断去，当场无开，送到病院嘛是救无活。公司这边应该是从监视器可能发现有这名员工，然后后面发现了位置之后，跟他先初步做呼叫，没有反应，所以才报案，由我们的同仁去做进一步的抢救。电梯雄雄升悬起嚟发生意外，电梯公司人员接到通知，配合检方调查。1月初就已经保养完了，所以现在还不知道电梯发生什么状况。对，我要进去看一下。公司对这件代志无加做回应，劳工局要求停工改善，嘛来做职业灾害检查。这个事业单位的电梯有问题会依照治安跟卫生法部分做停工处分，那并处3到30万的这个罚款。是电梯害去，或者是别的原因？检方、消防局、劳检处和都发局等伫咧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